第四章漫長行程。我相信全世界人咁多，但試過我而家呢種滋味嘅，絕對冇幾個。黑暗中，我抱住膝頭，蜷縮喺木箱入面。箱只得1米立方，粗製木板有縫透氣，但只能坐，伸唔直腿。工具同乾糧放喺前面，仲有少少空位可以喐手腳。時間仲早，我諗不妨休息下。點知我真係瞓着咗。醒嚟嗰陣，耳邊轟隆隆響。我從板縫偷望出去，起重機吊住同我一樣嘅大木箱，成8個吊上大卡車，卡車裝滿就開走。快上船啦！我心頭暗喜。上船之後就可以撬開箱出嚟走動。船一開航，就算俾人發現都唔怕。我好樂觀。大約等咗個幾小時，我個箱都俾吊起，半空搖晃，心跳到喉嚨。之後放上卡車，開去碼頭，再吊高咗一次，從縫望落去，碼頭警察林立，戒備森嚴。我暗自慶幸，到而家一切順利。箱子放落船艙，幾個工人走咗，跟住有啲唔對路，砰一聲，上面多咗隻箱。我差啲大叫，他媽的，19層點解唔安排好，放我喺最外面？當然唔敢叫，我唯有祈禱，上面有箱，旁邊冇啦。半小時後，我絕望，上下左右，四面八方全係箱，我被困喺數百隻大木箱中間。點算？呢個行程20日，我點捱？叫就俾警察捉，唔叫俾活埋1個月。我終於叫咗，因為諗到俾活埋太恐怖，我寧願被捉。我大聲叫嚷，5分鐘後我先支持咗。四周已經堆滿箱，聲音傳唔出。起重機轟隆隆，蓋過晒我嘅叫聲。砰砰砰，箱繼續搭上來。我由叫變狂叫，撬開自己個箱，輕易撬到，但出唔到。前面又係箱，我用力推，推唔動。着電筒，唯一光源，要省住用。照前面箱，撬開，拉出一包包棉織品。我俾數以百萬件棉織品包圍，費盡9牛2虎之力，先清晒前面箱嘅貨，再返自己箱。我活動空間細，累到想死，但心情鬆咗，因為我發現用同樣方法可以慢慢挖條隧道出去。撬開前面箱，清貨，我人向前一格，像迷宮遊戲。就算10層箱，10次努力就得。第一次用咗2個鐘，即係20個鐘可以出道，而且唔可能有10層。我精神大振，即刻跳起身，繼續挖。世界上好多隧道，但喺棉織品山挖出來嘅，只怕得我一個。連續穿咗3隻箱，先休息，食啲乾糧，再繼續。穿到第6隻，我歡呼一聲，外面冇箱。但着電筒一照，我倒抽動氣，隧道係挖通，但外面又係貨。鐵絲，一大盤一大盤鐵絲，每盤可能1噸重，數百盤。我冇寶劍，點對付？推唔動。我頹然坐低，10幾個鐘連續工作，骨頭散晒架。努力咁耐，冇用更累。我像死人咁倒低，唔知過咗幾耐。船身搖晃，機器聲規則，船開咗。我被困貨艙，我一動抖動，像死咗咁坐。累到極點，我又瞓咗。醒嚟睇錶，瞓咗10個鐘。渾身酸痛，想伸直個腰，忘記自己喺箱，挺身一撞，砰，頭頂撞箱蓋，痛到大叫，但腦袋清醒咗。突然靈光一閃，我唔絕望。隧道被鐵絲擋，但唔使直走，可以向上。貨倉唔會堆到頂，總有空隙。向上挖，弄破最上面箱，就爬得出。我又開始，今次容易好多，撬開箱，棉織品自動落嚟，省力。再穿6隻箱，我終於爬上箱頂。頂上空間大過想象，我企得直。着電筒，行過鐵絲，之後係麻包堆。
我俾埋喺貨艙角落。我即刻明白，唔係19層疏忽，係故意。佢唔想害死我，但想我食苦頭。我爬落麻包，心頭已決定，有機會一定報復，俾19層試下俾埋地下嘅滋味。落麻包，企喺貨艙空隙，見到鐵梯向上通。貨艙鎖咗，但會有人定期檢查。本來想等人落嚟，但改變主意，我好想呼吸新鮮空氣。攀鐵梯到艙蓋，用力頂開少少縫，伸入薄鋸片，隨身工具之一。幸好船舊，鎖亦鋸斷。推開艙蓋，新鮮空氣湧入，愉快到唔識形容。外面黑漆漆，午夜。我翻身上甲板，深呼吸幾口，行10幾步，坐入吊喺船舷嘅救生艇。隱秘，白天都難發現，何況夜晚。我開始諗下一步，如果唔係貨艙俾我搞亂，而家可以公開見船長，俾錢，船長權威大，多數肯收留。但我毀咗12箱棉織品，亂晒，如果講出，船長一定扣我。要另想辦法捱漫長航程。食物有乾糧，問題係水，廚房最穩。我向船尾行，聽到腳步同講話聲，閃入暗角。2個水手手持長電筒，冇開。一個話：船長室嗰一男一女，好古怪喎。另一個當然掩掩遮遮，船長收錢包庇偷渡。他媽的，做船長就咁好，我哋偷帶嘢仲要冒險。第一個笑，係啦，做船長好。我估呢對男女好重要，船長下令，隨侍應生，誰都唔准入船長室。佢哋走完，呢段對話聽落我耳，震驚到爆。船長室有一男一女神秘客，係唔係樂志信同柏秀瓊？怒火直衝。如果係佢哋，19層點解安排佢哋享福？我喺貨艙食苦。我決定去看個究竟，同時改變主意。船長公開受賄偷運，我找到佢尾巴，公開出來，佢俾海事法庭罰。就算我毀12箱貨，佢都奈何唔到我。我從暗角閃出，叫：喂，你哋停低！2個水手轉身，我大步迎上，佢哋呆晒。你係邊個？我沉聲：唔使理，帶我見船長。佢哋互望，唔得，要先報水手長。我笑，拎2張大鈔，一人1張，好，唔使帶路，指點船長室喺邊就得。佢哋帶起，指樓梯上樓，第一個係高級船員餐室，第2個就係船長室。我揮手上樓。高級區一般水手唔准上，除非船長召。上到一半，有人喝：邊個？停！我唔停，上得更快。又喝一聲，咔一聲拉槍閂。但佢未開槍，我已竄上，一掌冚佢手臂，槍跌低，竹尖一勾，槍飛起，我接住。年輕見習生驚到目瞪口呆，你半邊，放低槍。我冷，你錯，我唔係水手。佢眼瞪大，你係邊個？我冷笑，你唔問船長室一男一女係邊個？佢尷尬，你點知？我壓低聲，槍身前，帶我去見佢哋。佢驚，船長命令，誰都唔准。我笑，佢而家仲當船長命令神聖，可笑。而家我命令你。佢望窗口，轉身帶路，到第2扇門，敲門。1分鐘，裏面問邊個？我哋瞓咗。樂志信聲音，我一聽就認出。我槍指佢腰，那人忙講：係我，船長有事轉告，開門。我耳語：做得好。佢苦笑。門慢慢開，門一開，我用力一推，佢跌入去，我堅頂門，拼撞開。樂志信怒喝：咩事？我轉身踢門關上，槍指住佢。防光唔強，但夠佢見到我。樂志信後面係柏秀瓊、船長房豪華，佢哋着華麗睡衣，船長收咗好多錢，先讓房。
我望佢哋，佢哋望我，佢哋臉上驚愕到滑稽。我突然出現，佢哋做夢都冇諗過。我心頭快意，難以形容。我拋槍，行前兩步，坐沙發，揚槍，坐，唔使客氣。樂智信呆站，柏秀瓊先定神，勉強笑：衛先生，你而家喺船上。我一愣，唔明佢提醒咩？我冷笑，唔答。佢又講：船上，船長權威無上，我哋肯定船長企我哋呢邊。我忍唔住大笑，佢想嚇我。而家呢個情況，佢以為幾句話嚇到我，太可笑。我大笑，船長可能企犯人難受審，你哋都係，咁先真係企你哋呢邊。門外有聲，我對門喝：滾開，唔想終身監禁就滾。門外靜晒。樂太太臉更白，佢明白而家船上權威係我。我再揚槍，坐，我哋慢慢傾。行程長，希望傾出好結果。對船長，你哋失蹤，佢求之不得，證據冇晒。樂智信開口：我哋先坐，唔怕。我笑：對，而家你最慘，但唔會比死囚室等電椅更慘。樂智信苦笑：衛先生，原諒我唔係全心賣你。我斜眼：係咩？佢講：真嘅，我逃出死囚室，當然想即刻走，唔想等多一刻。之後想聯絡你，已經冇可能。解釋聽落合理，但我中咗一次當，點會中第二次？我唔置可否，係咩？好誠實。佢哋互望，樂太太問：衛先生，你而家點？我講：啱啲。我要知你點解殺細佬。手指直指樂智信，佢未講。樂太太尖叫：佢冇殺。我冷冷，我問佢：唔係你？樂智信低頭，一聲唔出，標準姿態，案發後咁對付所有盤問。我冷笑，唔講。佢仲係唔講。我企起身，我見船長，叫佢即刻回航。你一上岸，即刻上電椅。佢仲唔講。突然，樂太太發作，轉身對樂智信大叫：你講啦，點解唔講？我肯定你冇殺人，你點解唔自辯？講啊！我忙問樂太太：你唔知內幕？佢怒搖頭：我乜都唔知，我只知佢心腸好，絕唔會殺人。但好多人見佢推人落崖。係，但係點解？智信，你講點解？樂智信攤手，聲細到聽唔清。我非咁做不可。我問題如連珠炮，點解非殺不可？你費咁多心血揾返佢，佢返嚟幾日，你哋冇炒過，點解殺？佢張大口，好耐先講，冇用，我講出嚟，你都唔信。我俯身，鼻尖對鼻尖，講，你據實講，我信所有荒誕事。佢望我好耐，我以為佢要講，但佢搖頭，嘆氣，又低頭。突然，賢淑嘅樂太太跳前，仲摑佢一巴。清脆掌聲，我震咗一下。佢罵：講，你呢個冇用嘅人，即刻講。樂智信臉青白交替，身抖。佢掩臉，抖咗5分鐘，先似喊咁講：好，你哋逼我，我就講。佢講2次，我就講，但仲未講。我握拳，怕佢變卦。停咗半分鐘，長到難受。終於，佢講：我講我係推佢落去，因為佢已經唔算人。我呆咗，唔明。望樂太太，佢都滿臉驚訝。我望返樂智信，佢全身抖，牙齒得響。佢抖到找緊床頭，先定啲。喘氣，你哋明白，我非推佢落去不可。我苦笑，唔明白。佢明明係人，你點講佢唔係？佢突然尖叫：佢唔係人，佢唔係人，人都會死，佢唔會死，呢個算咩？叫完，瞪眼望我，等答。我瞪反佢，乜都答唔出。佢話樂智謙唔會死，人會死，唔會死就唔算人。咁推落崖就唔係殺人，因為佢唔會死，點殺？